算盘来算看卖，讲到省电一级，节能标章变频的冷气，敢真是较省电？有网友做实验，讲变频冷气小电扇开2个月24点钟拢无关机，结果小单一来甲看卖，59天的电钱算算的1018块银。一寡人讲实在真俗，真会好，省电的效果比想的搁较好。专家嘛讲，因为变频冷气压缩机会对温度变化调整转速，像讲5平空间变频的冷气比定频的冷气差不多加升50%到60%的电钱。烧烘烘的天气，一来到室内就想要开冷气，但是阁惊迄电钱贵三三。其实只要用对方法，开冷气嘛有省钱的办法。有网友伫咧面册顶抛出家己最近一期的笑单，按5月27号开始到7月24号，冷气24点钟无关机，用电59天落来，电池差不多1000块。当这个温度是在可容许范围之内，它的那个它是可以自动去降低那个频率。开2个月用1级节能标章的不关，我觉得接1000块或者1000出头，这是非常有可能的。原来这名网友买的是变速的冷气，连续2个月无关机，省电的效果，互人想袂到。严格来讲，冷气是装伫5平的房间内面，温度设定1个26度。专家解释，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小冰数来用1级能源效率的变速冷气，比定速的冷气大约会当加省50%到60%的电费。如果你是冷气的重度使用者，就是你每一天至少要开8个小时以上，真的非常建议跟鼓励大家换有1级节能标章的。专家也建议，变速的冷气若是2点钟内无要使用，无关机颠倒较省电。但是定速的冷气上好无爱吹的时阵，就随手关起来，按照家己的需要来装适合的冷气，才是省钱的好办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